一个女人带着小孩啊，负债100-200万啊，请问一下，有哪个男人有办法接受她的啊？有哪个男人有办法接受她的啊？哦，再来一点啊！哦，再来一点啊！他说我打他，我阿正发誓啊，他要没动手打我啊，我就不会去压制他。我阿正今年也是爸妈生的啊，我凭什么要让女人打我啊？我凭什么啊？男人不是人是不是？男人不是爸妈生的是不是？啊，女孩子是爸妈生的，爸妈就要宠女孩子宠到跟公主一样是不是啊？哦。这些都有证据啊，还有啊，我说真的啦，她被她前老公、前男朋友打得很凄惨啦，是她自己劈腿啊，才被人家打啊。我觉得她活该啊，我觉得她活该啊。我跟你讲啊，我今天开直播敢上来讲这些话，我就不怕任何人知道啊，你知道吗？我说真的啊，台湾的女人现在很烂啊。很烂，真的很烂呐！哦，不要只会怪男人打女人怎样啦！我跟你讲啦，你今天一个女人你做得好，你不用怕男人打你呀！哦，你不用怕男人打你呀！你今天这个女人就是个王八蛋呐，颠倒是非啊！啊，她当初借的钱啊，全部都是借给她前男朋友、前老公用的啊！他认识我之后啊，想说哦，可不可以在我这边挖到一些钱啊？别以为我都不知道啊！一个女孩子啊，她有办法哦，说你现在没有人气了啊，你没有钱啊？请问一下，什么意思？她就是看到我的人气比较旺啊，当时看在我家有钱啊，他才这样子做啊，真的啦，做人凭良心讲话啦。我跟你讲啊，男女打架哈，是女孩子有动手，男孩子有动手，那叫打架啦，那不叫男孩子家暴啊，那叫打架啦，搞清楚状况啊。所以我再次强调啊，线上的女孩子啊，你今天被打啊，你要先自我检讨啊！不要以为你是女孩子，你就是最大了，真的啦！不要以为你是女孩子就最大了。今天台湾发生什么事情？是男生在打仗，还是女生在打仗？是我们男生在打仗啦！啊，你们女生是啊，你假小配胖啦，你听好不？你假小配胖啦！今天叫你们女孩子出来打仗，你们是有办法打仗是不是啊？你们没有办法打仗啊！我跟你讲，我这些事情我一定要讲啊！我忍很久了啦，我忍很久了啦。我跟你讲啦，今天谁要敢挺啊？哦，今天谁要敢挺啊？都出来都没有关系的。哦，耀中哥你好，卖把讲啊多啦，你只要谁敢挺，你都出来都没有关系的。我阿正今天一个人就对大家了，我对全国了。好不好？听听看我今天讲话有没有道理啦，好不好？只要谁敢挺，只要谁敢站出来挺，就是针对我啦，哦，就是针对我啦，哦，不高兴的就来，哦，不高兴的就可以来，哦，我姓子叫陈君正，我叫阿正了，哦，我忍受够了啦，哦，来最早之前的事情。我好不容易安抚我自己的情绪啊！我跟陈大妹的事情哦，已经节制掉了啦。我认识小文之后，我说真的啦，他给我精神压力很大啦。哦，我跟你讲啦，现在大家不要多讲什么啦。现在只要是情侣结婚过后的，我相信男女朋友、老公老婆都有打过架啦。哦，都有打过架啦。我今天讲的话如果没有道理，你任何一个。全台湾东南西北，你都可以来针对我，我戏子叫阿正，好不好？我跟你讲啦，今天台湾打仗靠谁？靠男人啦，不是靠女人啦。